今次6月14號，星期六暨沙田黃昏賽。今期推介兩位騎師騎馬俾大家參考下，分別係田泰安田雞同埋霍宏星。今期兩隻馬都有少少分頭，我自己就會選佢哋行頭，當然會提供我一啲配腳心水馬俾大家參考下。大家都係可根據自己記心水，作出相應記投注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靈籤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靈籤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兩位騎師記馬先。第一場新馬賽1000米草地，先同大家睇靈籤，報紙對應第一場記靈籤係第27籤天晴粉蝶翻伊晒。只係靈籤呢句簡單去見字解字，就係先選田泰安、羅富全、11號紅衣財神，希望如馬名而言，中到呢隻就係財神。其次配腳方面，亦都有幾隻推介俾大家。粉蝶翻伊晒同時，又看到庭院嘅蟻，此為不費吹灰之力，自然而然記景象，故選1號不勞而獲。再者，蟻陣門整齊，全體時進時退，解全部者，故選2號渾身解數，本以為全部功力都使出來。最後一隻蟻陣門整齊地前進或後退，隊形時開時合，聯想為4號馬達。電子馬達時開時關之聯想。所以先總結一下今場第一場，先推介大家田泰安、羅富全記、11號紅衣財神，配腳有1號不勞而獲、2號渾身解數同埋4號馬達。下一場第10場第3班1200米全天候跑道，先同大家睇靈籤，報紙對應第10場記靈籤係第74籤回憶當年運牽時。此句靈籤回憶時總有一幻象聯繫到上方，要字為上，所以先選霍宏星、容天鵬記1號蒸蒸日上。其次配腳方面，當年運氣不好之時，夫妻兩人反目成仇，此必為勢頭之勁，明顯就會要翻12號扶搖勢勁。幸好主角最終明題雁塔，不難理解為11號勁先生。先生亦為讀書人或學者也。最後主角把一盆水倒在地上，此為覆水難收之典故，又有誰能明白呢？此句我理解為伯樂，所以就揀埋2號包裝伯樂。最後總結一下今場第10場，先推介大家霍宏星、容天鵬記1號蒸蒸日上，配腳為2號包裝伯樂、11號勁先生同埋12號扶搖勢勁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